哎，抱歉，那个楼上麦克风可以帮我开一下吗？谢谢。喂，哦，好，乡亲姊妹大家平安。哦，咱来串联今日的诗歌吼，咱有2首歌，一首是圣诗505首，另外一首是圣诗270首。咱先为505首先开始。咱来吟全首就会使吼，这首。小等者，那个投影片，正诗圣诗505首。咱等者咱等 PowerPoint。圣诗505首。好，咱做伙来前奏来就好。圣诗270首，咱来吟2节就好啊。第1节甲第2节，咱先听钢琴先弹一解。
好，愿上帝甲咱三个伫咧，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礼拜日的早时，你赐阮好的天气，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伫遮来锻炼今日的诗歌，用阮的声准备来敬拜。恳求你嘛，接纳欢喜接纳阮所献上的敬拜，嘛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陪伴心。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信诗270首，着点睛，着恭敬。会众请起立。
请大家起来，因主假是咱的祈祷文三角祈祷。我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地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我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马用启应文教导，启应文第6篇，伫个信息后面1005页，就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一声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一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对去年开始，全世界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到即马还未平静，遮侪国家的人民拢咧受苦。但是有你的保守，过去台湾虽然有小紧张，总是平安度过。我嘛知人类的不足，时间一久就放松防疫的戒心。顶礼拜伫咧台湾。对华航机师开始发生的本土感染，到即马搁咧扩大，互阮担心。最近伫咧印度大爆发的疫情，对阮是一个警告。而且虽然你享受人类智慧、研究发展仪表，但是受到媒体的影响，足侪人毋敢接受预防针。恳求你赐予大家勇气去做对的代志，而且不只是疫情，阁有中国长期对台湾威胁，派战机甲军舰来扰乱台湾、恐吓台湾，这种种的挑战，拢需要政府甲人民同心来应对。圣经教示咱，所以你若捌甲基督共国我。就着求伫顶面的事，即马阮上需要的，就是对你来的信心甲努力。
求你帮助我，无论拄着什么艰难困苦，我拢会使透过祈祷，有你的神伫我身边陪伴我、保护我。求你坚定我的信心，互阮专心做你的工，一生荣耀主。嘛求你保守身体欠忙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俄罗即时邀请信歌队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我一生之歌》甲耶稣听我。
感谢信歌队的学老，将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哥林多前书甲路加福音。咱先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就是咧汉语本圣经新约201页。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我伫主的，毋是空空。第二个是咧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伫咧新约70页。当众人围困伊，在听上帝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建尼撒勒湖边，看见两只船伫湖边，讨嫌疑人离开船咧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里驾驶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头暝着我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围着鱼真多，慢到要离，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相共，因就来捡鱼满两只船，到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同地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抓着的鱼，无愿公赢。西门的同伴是彼代主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水积叠了，你要得着难。因已经拖船晚岸，就放下一切来得主。讲道，请将牧师讲道，题目是着我袂空空。能够再三角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现在起，伫礼拜堂，阮伫遮来三角敬拜，学乐你。主，这种是你的恩典甲主爱。主，阮恳求你用你的神，甲阮三角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心，来成做阮的美牛，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阿姐，大家平安。有一个真有名的铁学家，有一天，伊一个足少年、足水的这个女主就甲伊讲，麻烦帮我放 PPT。有一天有一个真少年、真水的一个女子，伊就讲，互我来做你的家后。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无人比我更较爱你。这铁学家虽然嘛真介意这个查囡仔，毋过伊讲，互我想看觅啊，因为铁学家拢爱安尼后白想铁学家就用伊这个足巧的这个头壳，这个甲这当作研究，讲到底结婚好，还是结婚毋好？就甲伊好甲歹，拢安尼一条一条甲列出来，然后呢做一个比较，麻烦帮我放 PPT 好吗？好，然后呢，伊就开始比较，伊发现讲结婚甲无结婚好歹一半一半，这个互伊非常的困扰，所以伊一直无法度下决心，直到有一天。伊发现讲，哇！我这个对这个查囡仔，迄个思念哪来？哪一天比一天搁较深的时阵哦，挡袂了。伊就去到这个查某囡仔因厝，甲因老爸讲：恁查囝咧，我已经考虑清楚啊，我决定要来娶伊做某。因这个老爸真安尼
无表情，你都甲伊讲，你已经来上班啦吼，伊已经是3个囡仔的妈妈。这个铁甲听到一个怎啦，昏倒伫涂骹啦吼。伊怎样想嘛想袂到讲，哇！我这个遐好的头壳，上巧的头壳，世界第1名的头壳，竟然啊啦换来是啥？一生的悔恨吼。所以2年了后，伊因为这个铁甲家呢郁卒破病临终的时阵，伊就安啦生气，甲伊所有的册拢甲烧掉。这个册，互我安啦。互我变足巧的，毋过因为我足巧的，互我安那悔恨连连，吼，悔恨一生。所以呢，伊甲留来一句话，伊讲啊，人生的上半场不该犹豫，下半场不能后悔。哦，人生的顶半场无应该丢毒啦，人生的后半场袂使后悔啦，吼。毋过即个问题到底咱要安怎来活出即款的啊？这个性命吼，啊！你即摆咱毋通哦，行一世人了后，才悲哀发现讲，哇！我即世人拢安那白白无用哦。咱的一生啊啦，劳苦愁烦，一声吐气。一个真有名的这个册吼，这本册做好看吼。黑天鹅语录，伊的作者塔雷伯，伊讲啥吼？伊讲哦，这现代的世界对人的2款处罚，都是安那。互咱第一个，互咱也未老的时阵，咱就安那未老先衰啦，哦。所以咱看即阵的人足可怜的，因为工作的压力有足济，即个压力的折磨啊，互咱安那活甲足辛苦的。咱也未老的时阵，就已经安那看起来安尼足老款的，安尼足忧愁的。咱看咱即阵的世界，真的是安尼。咱对咱的小学生开始，啊，一直到老。拢做无用的，压力拢做大，毋知你无用啥。佮另外一个处罚是啥？互咱未老先衰，啊，佮互咱安那长命百岁。这是足安那足无奈的代志。所以你要安尼衰微的时候，持续到100岁，你有想看觅咧？哦，所以有一寡人哦，活愈久哪痛苦，所以咱一定爱安那爱找着咱人生的价值。甲意义啦，甲目的，无会参像这本册所讲的，哪换哪艰苦，一点人生一寡快乐都无。今日我要借着这段的经文，就是啊，耶稣来呼召彼得来成做门徒啊，大家拢作识的一段经文。咱要来看，到底彼得拄着耶稣了后，伊的性命、伊的价值观是安怎来改变，互彼得成做一个啥？成做一个。啊，着活袂空空的一个人，我要对3方面来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对彼得的船到主的船，对无拍着啥物，甲归船的即个鱼啊。第三，对得着鱼甲得着人。好，咱对第一项来看。第1节甲第3节，伊讲啊，耶稣徛伫即个革哩撒冷河的边啊。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鱼的人离开船底洗网。哦，这个革哩撒冷河就是啥？加利利海啦，加利利海啦。吼，啊，这个因为耶稣伫遐来，这个教示人，啊，这个见人种族围溃，就是讲足钱的，连徛的所在都无。所以耶稣看见这个湖边有这个溪边有2只船靠伫遐，一只是啥物人的船？是西门的，西门彼得的，吼，耶稣就上西门的这只船，甲西门的这只船来做工台，伫遐来教示众人。这只船，西门这只船原本是啥物船？鱼船，吼，所以这只船过去除了掠鱼了后，无真侪其他的用途。毋过今仔日开始，这只船有新的价值甲新的功能。经文安怎讲？讲耶稣上去就坐落来，伫船顶来教导众人。这只船毋是搁摕来掠鱼尔，伊正做主耶稣来传讲天国福音的一个讲台。所以这只船原本是西门彼得的时阵，甲彼得一个人会用使用。
今仔日伊甲伊的耶稣上伊的船了后，伊真做侪人的祝福。这个改变关键就是伫即第3节啊，耶稣上去即个彼得的船。当耶稣上即只船了后，即只船的意义就完全无共啊。所以啊，你姊妹爱会记哩，今仔日即段经文甲咱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当耶稣上咱的船了后，咱即只船的意义甲价值对今仔日开始都无共款啊。耶稣是迄个创造即个丰盛、创造新的作为，伫咱的生命的主。伊像咱即只船是安那，要互咱丰盛，要甲更较悬的价值拢赏赐互咱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真平凡的一只渔船，今仔日因为即个主耶稣来上去即个船，一切拢要来改变。咱若看到5块饼2尾鱼的即个经文的时阵，一个囡仔，伊如果甲即个5块饼2尾鱼留伫家己的手中，家己来食，家己食饱尔，对无？迄个意义加伊家己尔。毋过伊今仔日甲这5块饼2尾鱼交互啥物人？交互主耶稣，都真做新约，都真做来互5000人食饱的一个新约。所以，这个5块饼2尾鱼，伊的供应就安那，就扩展了5000倍啦。所以相信上帝嘛要亲像安尼，互咱的人生、咱的价值、甲咱的效用，要亲像这个囡仔共款，扩大5000倍。吼，不过有当时咱定定安那生活安尼感觉足平凡的，逐工上班下班，逐工毋知咧无用啥。就亲像彼得共款，下暗讨鱼、掠鱼，下早落船，就洗希望。咱想看觅啊，咱每一工工作遐尼辛苦，遐尼劳苦，咱所追求的是安那？咱的工作的价值甲目的是啥？有当时咱亲像要互家己食饱安尼尔，养家糊口尔。所以无怪咱。读甲所想的，咱对咱的工作无热情啦，咱的工作互咱无带来任何的意义，所以到安尼的时阵，紧紧我的退休金若存够的时阵，我就要安那退得好，退得早，有无？紧紧就来退休，因为工作无热情嘛，足痛苦的。但是即摆伫遮，咱爱有一个转变，咱即个人，咱爱对咱的工作。对这段的圣经，对彼得这段的经文，咱爱有更较大的价值甲意义，都是咱爱请主耶稣来救咱。
安那充满一个戆影的人生。听主耶稣的话，互咱安那会亲像彼得同款，满船的鱼啊啦，辛苦一暝拢掠无啊。主耶稣一句话，就安那2只船đầy满满。前1分钟，佫是一个真悲哀的一只空船。后一个时刻，听主耶稣的话了后，迄个船哦，底鱼底甲用要沉落去。啊，弟姊妹，你看嘛咧？而且咱也经验到这个空船的悲哀的时阵，咱的路口拢真做安那，真做空空。哥林多前书伫遮15章58节，甲咱讲，我所听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喘，常常一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的着磨伫主的，毋是空空啦。即个伫即个做主的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做牧师吗？做中职吗？做主日学的老师吗？还是探访教台来摆教会的服侍？我讲答案是，还佫对一半，嘛毋是啦。即个咱来看哦，做主的工，伊的英文叫做 work for God。即个做主的工，红字是啥 ？for God。是为主来做，并重点毋是迄个工到底是啥物工，所以爱会记哩，做主的工哦，重点是爱为着主耶稣来做，吼，为着主耶稣来做。有一个我最爱的一个报道家吼，伊叫做布永康，这个人哦，打无偌久之前吼，叫上帝调转去，伊伫非洲哦传福音，5000万个人信主，5000万人吼，你也看伊后壁。每一次布道会，迄后壁拢全人。伊讲一句话，伊讲哦，甲上帝的计划来连接的时阵，你一定会成功啦。你的着磨绝对袂空空。若是有上帝来帮助咱，有啥物人用来做到？这句话非常的简单，这个经验着上帝上大快乐的这个路步，甲咱讲，咱的着磨无空空的成功的秘诀，就是啥？咱爱甲上帝的计划来相结连，这句话真简单，不过伊所带出去这个意思，伊要来改变咱整个咱人生的态度甲计划。我讲过，咱今日想来做这份工作，无做迄份工作，我相信拢有上帝真好的安排。有一寡人伫某学校做老师，有一寡人伫公司做会计。有一寡人是咧经营伊的企业，不过遮个人拢是受到上帝呼召的人。既然是受上帝呼召，伊就安那，伊爱尽力来做主的工。伫伊工作的面顶，伊爱甲伊上帝的计划来连接起来。伊的工作的场所，伊的办公室，伊的同事，伊爱有一个使命。就是爱甲主耶稣带入去伊工作的迄个职场的内底，照着安尼来影响着世界，来全世界来做见证。咱伫家庭内底，咱咧养饲咱的囝儿，咱嘛爱甲上帝的计划安那相结连。咱要出国，咱要结婚，总共款，咱爱甲上帝的计划相结连。咱来去想想。要安怎甲咱头前的路站甲上帝计划安尼结连起来，安尼咱的生命才有意义啦，才有价值。有一个姊妹照顾伊的迄个外佣是一个越南的即个外佣。即个外佣呢，伊家庭突然遭遇到真大的变故的时阵，伊就来帮助伊，来听伊，来带伊来信主。无想讲几年了后，即个越南的即个外佣，转去到伊的越南迄个所在，甲伊的丈夫传福音，因丈夫就信主，全家拢信主，连厝边隔壁拢信主。伊伫越南伊所住的所在，伊建立5个小组，5个做一个被照顾的人的雇主啊。咱对咱的外佣嘛，会产生真大的一个影响力啦。咱来用上帝听去来听伊的时阵，咱唔知影咱所做的这个工，上帝会安怎，互伊几倍的放大啦。有一寡做老师的，我感觉恁比牧师搁较好。
做牧师做无容易的，一礼拜，等到一礼拜2点钟才会看到会友。不过你每一天哦，你上课的时阵啊啦，有足侪学生诶，乖乖坐伫你的下位骹，哦，听你讲话，哦，啊，佫袂使无来有啊，哦。牧师有当时爱等呢，有当时会友无来呢。不过做老师毋免等呢，逐工坐伫下面有遐侪人啦，听你咧讲了。所以你有逐一工你拢有足好的机会，甲即个福音、甲生命的种子种伫你的学生的心内底啦。每一工你拢咧发挥你的影响力，互一个囡仔来成做一个优秀的人才啊！所以有当时咱真好去想想，咱所做的到底会结出啥物果子？有真侪代志，恁所做的牧师无法度做；有真侪人，你所接触的牧师无法度接触；恁所影响的牧师无法度来影响。所以我讲，恁伫恁每一个职场的内底，恁每一个工作的内底，上帝安那？你会用做的，有当时拢比牧师较济。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会用充满着信仰，咱的人生会用有无限的即个超越，搁较超越。只有咱甲上帝的计划来连接的时阵，安尼，咱的即个调话都袂空空啦。咱常常来失败，就是安那，咱要靠家己啊。上帝永远知影倒位有鱼。啥物时阵掠鱼，啥物时阵拍网，咱会得到上好的即个结果。最后，咱要来看对得到掠到鱼，甲得到啦吼。有一个故事，一个心理学家，伊就做一个真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哦。伊甲即个毛毛虫啊，摕一个即个壳啊，哦，啊，伫伊个壳啊，迄个瓶口遐，啊，甲毛毛虫咧排成一个圆圈啊，项链安尼吼，就亲像安尼吼，好。然后呢，这个毛毛虫哦，伊就对头前迄只毛毛虫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啊，所以呢，伊会伫这绕着圆圈一直飞。哦，真有意思。当这个甲这个啊真好食、真丰盛的伊的这个食面，甲放伫中央的时阵，因会去食无？没有脱队哦，吼，继续飞。哦，无一只脱队，啊，叫一直飞，一礼拜了后安那。所有的毛毛虫拢咬死，拢咬死，吼！所以呢，这个一直爬，拢无离开遐啦，哦！啊，所以彼得的故事就是安尼啦。对于出事，就甲别人安尼啊，跟着毛毛虫，因老爸可能嘛是掠鱼的，因阿叔嘛掠鱼的，因规家伙啊拢掠鱼的。所以伊的世界是啥？甲家己厉害，甲家己的鱼啊尔。其实咱有当时咱的经验嘛是共款的。咱将来唔知影讲，咱有另外会用过另外一款的生活，咱唔知影过另外一款的生活会用来选择。今日耶稣来甲彼得的船，耶稣互彼得一个全新的一个选择，就是伊甲彼得讲，你用有无共款的生活啦。耶稣互彼得搁较悬的人生的目标，搁较有价值的生活方式，都是伫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10节的后段甲11节。伊讲啥？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条了后，你要得着人啦！你要得着人，所以伊甲彼得讲你要得着人，毋免惊。当彼得互主耶稣上伊的船了后，伊的人生就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范围。伊的目睭所看的，毋是甲鱼仔尔，伊阁看到啥？看到人，看到天国的荣耀，看到这个生命的永生的价值，伊来开启。所以地上的这个渔船啦，迄个渔网啦，无遐重要啊。所以彼得的人生进入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领域内底。11节伊讲啥？已经拖船划岸，就放杀一切来缀伊啦。看遮你有感觉足奇怪无？暗时掠着足侪鱼的，啊，像咱即阵啊啦，佮放杀所有的即个啥来缀主耶稣。可能彼得哦，一世人哦，目睭天开，掠鱼，
一世人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咱掠着安尼两只船啊，满满鱼啊，那中特奖安尼，这可能是伊一生上大的成就。伊的梦可能就是这。即阵梦想成真安尼，结果咧，伊放杀一切啦。看到这有感觉足奇怪，应该请耶稣来做大股东才对吼。我出船，你出技术，你也讲倒位开船去个最深的所在，拍网我就甲拍网。我甲伊讲，加利利的海会规个拢是我即间公司的，咱能趁足侪钱，对无？结果伊有安尼做无？无啊！甲这渔船、甲这渔网啦，拢甲放杀掉。所以我讲，当一个人若看到迄个主耶稣的宝贵，看到迄个灵魂的价值，看到迄个天国的价值的时阵，伊绝对无爱阁过即个掠鱼的生活。伊都无愿意讲，我这世人只有安尼来掠鱼。人生只有一摆，咱要做啥物上好的投资？这不用讲，伊讲啥？伊高中的时候，因老爸来讲，你下摆要做啥？伊就想想的，考大学，读到博士，赚足侪钱，死的时阵一仙钱都无法度砸操。所以伊就甲因老爸讲，伊讲我要用即个会朽坏的手来做上帝未朽坏的一个工作。我要用我即个会朽坏的喙来传讲上帝未朽坏的一个福音。所以我要去非洲来宣告。伊遐弟姊妹听到笑死，讲你会枵死伫非洲，遐人拢无通食。不过，即个当年耶稣怎样对彼得讲，讲毋免惊，对打了后你要来得着啦。迄一天嘛，共款对即个少年的不用讲，讲对打了后你也要得着啦。对迄天不用讲，伊一世人敢为着一项代志来活，就是安那叫天堂爆满，叫地狱净空啦。所以40年了后，上帝照着伊，互天堂增加了5000万的灵魂，5000万的灵魂。啥物人的人生比伊搁较有价值？啥物人的伫天国的报赏会比伊搁较大咧？啊，你姊妹，伫遮我毋是爱你爱做一个传教者。上帝互咱每一人的呼召，互咱的温数，互咱的角色拢无共款。重要是你要确定，你这一世人毋是对迄个虫的屁股来跑啦。上重要，你要确定你的一生安尼做敢袂后悔。耶稣来要呼召咱每一个人，毋通过来军队这个世界，咱毋免跟着虫的屁股走，伊毋是咱人生唯一的路啦，伊也毋是唯一的前途啦。耶稣才是咱的路，耶稣才是咱的前途。咱的人生毋是敢有加利利海尔，毋是敢有加利利海的鱼尔。耶稣要互咱搁较好、搁较水、搁较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耶稣叫咱甲咱的迄个眼目对鱼甲转去人，对今生甲转去永恒，对世界来转去这个天国。咱的人生会完全会无共款。最后我要来提醒大家，今仔日回去咱来做两项代志，想看卖要怎样甲咱的人生甲上帝的计划来连接起来，包括咱的退休嘛，爱甲上帝的计划来连接。咱做一个家庭主妇，咱嘛爱甲上帝计划连接起来。咱做一个老师，咱做一个头家，咱要安怎甲咱的这个人生甲上帝计划连接起来？我搁讲一遍，毋是要叫咱做牧师、做传道，毋是安尼。上帝甲咱放伫逐一个所在，逐一个即位，拢有伊足好对咱人生足好的一个计划。咱来甲上帝的计划连接起来。第二个提醒，就是咱的人生爱对鱼来转人啦。人才是耶稣心中认为上有价值的。咱怎样来活，拢无比做伫人的身上搁较有意义。耶稣基督33年伫地上的时间，嘛是为着人啊，为着要拯救人啦。伊毋是来要趁着足侪钱，毋是来要得着足侪鱼。所以，
咱若今后趁钱，毋过爱知，迄个钱毋是咱一生上尾的即个目的。钱爱用伫人的身上，迄个钱就有价值啦。你足够趁钱的，我嘛要大大来祝福你，因为上帝国需要金钱，搁较侪金钱。毋过上重要的就是你爱好好来运用你的金钱。耶稣基督甲咱讲，对打了后你要得着人。耶稣讲，人才是生命上悬的价值甲目的。所以咱的一生，咱的工作，拢爱安那，爱甲用伫得着人的面顶。无论咱做啥物行业，咱拢为着这样代志，为主来做工，为着要得着人。安尼，咱的劳苦，咱的着磨，才袂空空。那三交代感谢。天父，阮感谢你，你照着这段经文，互阮搁再看，互阮搁再来思想。阮每一个人是带着你的呼召，带着你的使命，伫阮每一个工作的职场阮的办公室，甲阮所有的同事、三甲伫遐，阮要来做见证。就是为着要将你的福音来传福音，要来得到搁较侪的人。主耶稣帮助阮，有阵时阮的迷失，阮的软弱，互阮来注重阮人生当中迄个鱼啊。你今日甲阮讲，你所注重的是人。当阮将阮的耳目对鱼的即个身上来刷去人的身上的时阵，阮知，阮的着活都无空空。阮一世人无论做啥代志，阮要甲上帝的计划相结连。阮要成做一个搁较有价值、有搁较好的即个意义的一个人。恳求你来引带阮，将这段经文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知，阮的一生毋是白白安尼来经过。引带阮。用你的话语，搁再互阮看到你永远的即个水的一个搁较广阔的一个目标。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05首，我要重述，请起立。请坐。奉献
请刘子虎、李梅新技术书宪。请起你唱奉献的歌。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到阵来敬拜。礼拜了，请大家留来交谊，享受主内一个温暖。第二点，信合小组会议，礼拜组邀请苏琴的老师。信歌队甲雅音合唱团的指挥苏琴参加第二场礼拜了，伫6楼会议室召开。第三点，信礼典，咱有定5月23日信人感恩节要举行信礼典，若有兄弟意愿受洗、捐信礼、信用个别，也是要转接。请服务处知影，搁参加今仔日开始的9点40到10点20，伫咧办公室会议室开课的合导班。第4点，庆祝母亲节。后礼拜日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有几件代志要甲大家通知。第1点是第1场的华务礼拜暂停，请参加10点半的联合礼拜。第2点是后礼拜请佩戴名牌，礼拜了有安排地点交易，请预留时间参加。第3点，迄天礼拜有助理屋小朋友献诗，礼拜中阁有奖学金的颁发。第4点，礼拜了教会有安排专人为着每一个家族翕全家福，而且阁会相片送予你，请多多利用。第5点，奉献证明，2020年就是旧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在会友的信箱，请兄弟家己去摕。若若也无信箱的兄弟，请直接环干事对私函收处。若是有需要邮寄的，也请联络环干事，会用挂号的方式邮寄。再来是具体关怀，请大岛涂若桂英姊妹，就是陈文良医师迄个大家，伫个4月14安息主怀，享受93岁。个别礼拜要点的拜六，就是5月8上午11点，伫个宜宾的至今一厅举行。火化了下晡要安葬伫个金山，请为
移走大岛。再来大岛事项，请大家家己看。顶礼拜奉献的，拢有伫咧周报后壁，请大家家己看。牧师，毋知要阁报过。补充一项就是，迄个北中妇女事工部为着庆祝迄个母亲节，即礼拜拜六9点半伫艋舺教会有报名的姊妹，请会记你去参加伫艋舺教会的即个庆祝母亲节有一个音乐见证会。你若已经有报名啦有报名的人你敢会记你去参加甲大家补充一项就是，咱后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咱较特别咱第一场礼拜暂停后礼拜一个特别的就是，即马电脑足方便的咱今年第一遍尝试讲，如果恁全家是你家一个嘛无要紧伫母亲节，咱要替每一人翕相下个礼拜会有一个流程马上翕了，马上会通摕到相片马上 print 出来，互你咱教会会通留一个记录，会通搁熟悉。所以后礼拜咱会通全家来做礼拜，礼拜刷了后咱会伫一个所在，各甲每一个家庭甲因翕全家福的照所以请后礼拜咱留较长的时间伫教会做伙交谊若要请母亲节中昼顿餐厅人拢足多的看我才去无要紧咱即摆来行平安礼。请斗阵吟信息386首，结束时请牧师祝祷。
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妹。请坐，灭道散会。